你以為人老咗最慘係身體差錯？你以為最慘係人看報嘅數字越嚟越少？錯。你以為最慘係仔女移咗民，孫仔冇事講廣東話都錯。真正令到一個老人家食唔落飯，粉毛倒絕，成晚直腸道反嚟覆去，心口依住一或也幾，唔使病，唔使窮，唔使孤獨而逝。比較好啦，聽住我而家講嘅呢一句，可能會刺痛你，但你一定要聽落去。你今年幾多歲？60、70、80，鑒你活到今日呢一刻。如果心入面總是情日諗住阿邊個層樓大過我，阿邊個仔女問得多過我個仔，阿邊個老公仲是帶老婆去日本睇櫻花，阿邊個新仔又拎全級第一，恭喜你！你冇細積到養老，你細積到自殘。比較一世，只為輸一世。蔡瀾講過一句話，我計到今日取話：人生有兩種輸法，一種係你真是差過人，一種是你成日以為自己差過人。第一種是命，第二種是壯居。我哋呢個年紀最冇應該在中呢個福。你有冇識過星期日朝早去酒樓飲茶，同班老友計坐埋一台，本來開開心心食兩籠蝦餃，一碟牛百葉，一壇抱藥，忽然見隔離台頭劉太走埋嚟，拎住部電話，遞下我個孫直英國讀件籌威。過多陣，另一個又話我個女然買咗架 Tesla Y 接放公仔。再過陣又有一個話我兩公婆下個月飛紐西蘭睇星星。吉一下，呢部電話入邊嘅商報洗米即刻燒咗一半。你個仔直深水埗開間茶餐廳養住成家人。你本來絕得幾好，突然間片知無夠人力。你之手上嘅金樂本來細老公30年前賣嘅細你嘅寶貝，突然間變咗款式過時。你今朝直屋企煎咗個勁勁荷包蛋，本來覺得幸福，突然間覺得原來自己咁戚人憎。阿婆啊，我話你聽，佢個劉太走咗之後，佢個孫中細直英國，你個孫中細直深水埗，一切亦都冇騙咗佢細你個心。你俾人偷咗一個周祖嘅牌力，呢種偷法最陰公，因為個仔冇世人，個仔係你自己。我是一個阿伯，姓陳，退休20年，每個月拎住3萬蚊退休金，直土瓜灣有層，自己居留，冇按揭，冇負擔。個仔直加拿大做工程師，每個月匯錢返嚟俾佢，孝順到不得了。你話呢個阿伯應該好開心啦，細咪差點解？因為佢有個老同學姓何啟，每次同學會都要炫耀，我個仔直美國西谷做 AI 年薪美金50萬。我兩公婆而家住赤半山，望到成個維港。我仍然買咗架 Tesla， 等緊架 Porsche。陳伯每次同學會返到屋企就對住老婆發脾氣，你遞下人遞，你遞下我遞，咁多年就細得呢層土瓜灣就留，老婆冇搭住，驚驚地去廚房煲湯。30年嘅老婆一句話都冇想同佢講。陳伯病咗吉年，我去醫院探佢，佢受到皮包骨，望住我講咗一句，我依家先知，原來我一生最大嘅敵人唔係何生，係我自己。我用咗成世人時間同一個無存在嘅目標比較，到頭嚟我連自己間屋、自己老婆、自己個仔嘅笑容都冇好好享受過。3個月之後，陳伯走咗，走嘅時候個仔專登由加拿大飛返嚟，
直牆邊喊到崩潰。阿爸，我以為你是開心契，原來你成世人都計得我無夠好。老友聽清楚，比較無係一種心理，比較係一種病。呢種病為食晒你嘅時間，食晒你嘅健康，食晒你身邊人嘅耐性，最後食埋你自己毒命，仲要順便傷埋你最愛嘅人。你以為你細到嫌棄自己嘅仔女，其實你細到話俾自知，你點做我都唔夠。我哋嚟再講下街市，你有冇見過呢個廠面，兩個阿婆買菜，一個買咗2條黃花，另一個立即講：我現直對面條街，同樣契於平，你30蚊。嗰個買咗2條黃花嘅阿婆，個心即刻沉一沉。明明條魚新鮮，明明煲湯好滋補，明明細佢自己揀契，但細俾吉句話一講，佢又今晚有勁湯飲，騙咗我有時底。返到屋企，契對住條魚都煲，冇落個心去煲。個湯出嚟，個老公飲一啖，話今日個湯好似冇平時甜。佢即刻爆炸，我買貴咗㗎啦，你食唔慣。老公黑面成餐，飯冇再講嘢。你話呢總比叫是咪精神虐待？但係是最恐怖，蓋是虐待你嘅人。無事吉個講話我平你30蚊，蓋是無，是你自己入面蓋是把生。呢把生由細同你到老。細個嘅時候，佢話你點解考唔到第一？入到中學，佢話你點解冇人追？出到嚟做嘢，娶話你點解人工減少？結咗婚娶話你點解間屋更細？生咗仔娶話你個仔點解讀唔到 Band 1？到你退後娶中西門放過你。你個孫點解唔食常春藤讀書？到你入棺材吉日，佢仲要問你個殯儀點解冇人地間多花圈？你話呢把生細咪要同你入棺材，死都唔好啦，大佬。如果你聽到呢度個心口有少少刺痛，唔好急住走。如果你記得呢，得意好似講緊你自己嘅故事，不如做個訂閱，因為呢個頻道無事教你點樣發達，無事教你點樣長命，是陪你學時點樣食，人生最後嘅段路，活得有尊嚴，行得起腰，笑得出聲。好，我繼續講。蔡瀾講過一句好狠嘅話：人生契苦，一半嚟自窮，另一半嚟自同人比。而我發現我哋呢個年紀嘅人，第二種苦比第一種更加難一。因為窮你可以簽，可以硬，可以想辦法，但是你成日同人比，你是讀咗自己契眼，讀咗自己契心，讀咗自己契命。而且講句最現時嘅後生嘅時候，比較仲有少少用途。你比人窮，你去努力問錢；你比人危，你去健身；你比人蠢，你去讀書。但細到咗我哋呢個年紀，比較已經冇任何用途。你65歲同人比錢，你追唔到；你70歲同人比健康，你忍唔到；你80歲同人比仔女，你控制唔到。呢個時候仲比較，等於自己揸住把刀插自己個心口，每比一次插一刀，比到最尾你連自己有期意都遞無到。我再講一個故事俾你聽。我有街坊姓黃嘅阿婆住喺我隔離，佢老公10年前走咗，個女喺澳洲，2年返一次香港。佢一個人住喺一層500幾次契樓，有退休金，有基礎，唔算好有錢，但使足夠自己過世都唔憂。
你鼓槌每日做低滅。佢每日朝早立點起身，落樓下茶餐廳飲杯茶，然後行去公園跳廣場舞。中午返屋企煮個麵食，下晝就去圖書館遞書。夜晚遞2集句集，同個女識唱通話10分鐘就瞓絕。我第一次見到徐生活咁樣，我問王太利為無為絕得問，為無為絕得個女無孝順，為無為閒無人哋兩公婆一齊食晚飯。佢笑咗話後生佢時候我都為呢低審法。我成日同人比老公邊個轉得多，比仔女邊個乖，比屋邊個大，比金屋邊個重，比低細概亦比到大。到我老公走咗隔年，我先發覺原來我一生人未曾為自己活過一日。由吉日起，我戒咗一樣，夜戒比較。我唔再問人你個仔直邊度做嘢，因為關我鬼事。我唔再問人你有幾多錢，因為關我鬼事。我而家每一日只問自己一件事：今日我有冇為自己開心過？我聽完成個人爛咗直道，原來真正嘅高質量片路，無細有幾多樓，有幾多錢，有幾孝順嘅仔女。細理時無事剪斷，同人比較呢一條繩，呢條緊捆住我第幾十年。我哋以為隨世規矩，其實隨世枷鎖。而家等我講下移民呢件事，我知呢個是好多香港阿爸阿媽嘅心結。阿邊個蓋仔女籍英國有留歪，阿邊個蓋個女嫁咗俾一生歪，阿邊個蓋孫仔是5種語言歪，阿邊個蓋仔每個月餵10碗滿飯嚟歪。每次茶樓飲茶，一台人講計，亦都細人哋計仔女。你個仔直香港做小販，你冇咁講；你個女未結婚，你冇咁講；你個孫仔留咗急，你冇咁講。你笑住點頭，係啊係啊，好好好。但你返到屋企，個心口已到粉末倒絕。老友，我問你。你犀利飲茶定犀利受刑？你辛辛苦苦養大個仔，養大個女，隨第二家戚深水埗開茶餐廳，養住你，孝順你，返嚟同你食飯，你冇絕得夠？點解要用一個陌生人嘅仔女嚟衡量你嘅幸福？我話你聽，呢個世界最荒謬嘅嘢就係，我哋成日用自己冇計嘢去否定自己已經擁有嘅地。你有一個孝順嘅仔，你無感恩，你自細遠隨母同陌生人嘅仔問咁多錢，你有一層冇按揭佢留，你無開心，你自細遠隨母為港景，你有個健康嘅身體，你冇慶幸，你自細遠，你冇陌生人嘅高爾夫球俱樂部位籍。你有一個萬眾慰問你食咗飯未佢老伴，你冇珍惜，你淨係細遠隨母送個鑽石戒指俾你。你話呢種活法細米同用一把鈍刀慢慢借自己。蔡瀾寫過一句快力無細用，有幾多細計叫幾少。呢句話聽落好簡單，做落好難。但係我哋呢個年紀，如果仲做唔到，我哋食人生嘅下半場就會輸得比上半場更慘。我再講一個故事。嗰時一對老夫妻姓胡，兩公婆結婚50年，一路都好好，到退休之後反而成日嗌交。點解？因為隨地成日比較。無生話你底下老陳夫婦退休之後周圍去旅行，去到日本又去到歐洲，你就好成日敬世時直屋企煲計，唔太反機。你都使啦，人哋老陳月俾家用個仔，我哋個仔敬世時問我攞。你有本事教好個仔啦，唔升教好個仔，
你當年重錘重到冚世，你教出嚟嘅衰仔。無太，你嫌我教得衰，你有出過幾多力？你成世人敬世時反攻，屋企低野邊養細你管。兩公婆愛到面紅耳赤，成2個星期唔講嘢，吉段時間吳太戚屋企煮飯，煮完擺斥台面，自己入房，唔升返嚟起到有飯，就靜靜坐低食，食完自己洗碗。夜晚吳太瞓房，唔升瞓廳，個仔返嚟見到，問阿爸阿嫲：你跌咗搣啊？兩公婆同時答：無關你事。1個月之後，吳生中風入院，吳太戚一院走廊喊到無聲。曬話50年老公，我因為要同陌生人比較，浪費咗最後1個月同徐清計契機位。佢入嚟之前，隔晚我仲擺2個黑鏈俾徐弟。我聽完眼絲絲，老友聽住，比較呢種嘢唔單止偷你契快，搦仲為偷你身邊最愛契人。你以為你試到劍刺，其實你試到殺緊刺。你以為你細到棘笠佢，其實你細到話俾徐知，你無夠好。而呢句話為慢慢殺死一段感情，就好似冷氣機滴嘅水，慢慢滴穿一塊石。好啦，講咗更多殘酷嘅，而我而家講低光。蔡瀾成日話：人到晚年最緊要是檢發人生，揀搣到揀物品，乜黐嘅就嘢一件件掉出去，揀關事毒嘅朋友，假嘅親戚，講是非嘅街坊，一個唔再應酬，揀欲望無屬於你，契嘢無再長求，揀比較最重要契意潮，就世界左同人比較呢個我情。揀咗比較之後，你會發覺一件好神奇嘅事，呢個世界突然偏闊。以前你成日對住人哋，你嘅視野只有一個假想地更大。而家你唔對住人哋，你先發覺原來窗外有雀仔叫，原來公園契木棉花開得間紅，原來茶餐廳杯絲滑奶茶原來間好飲，原來老闆陪你食晚飯已經是福氣。原來個孫仔時講：阿爺我愛你已經勝過人哋一切，契見酬留真。生活契味一直都赤道，只不過我哋成日比較呢，2隻眼罩遮住咗自己契眼。我而家問你一個好殘忍嘅問題：如果你今日走咗，你卡爾物入邊去有幾多？以細為咗比較而買一支名表，細咪因為隔離夾個老友有一個名牌手袋，細咪因為飲茶要拎出嚟逼人。第一部貴車，細咪因為格仔要有面。一層豪宅，細咪因為要證明自己一世人冇白過。你話急低，亦你真細中意嗎？定細你自細無想輸。我成一個阿伯走之前1個月同個仔講：呢支表你賣咗除，呢架車你賣咗除，呢件屋太大你搬細低。老豆一生人為咗爭啖氣擺假濕，浪費咗好多錢。你冇好行，我條老路。個仔喊到崩潰。老友，我哋為咗比較買佢，亦去到最尾都細粒字。真正屬於你嘅越細你。今晚同太太細契急蛋，飯細你今朝落樓飲契急杯奶茶。細你孫仔叫你急聲阿爺，細你身體喐得動，瞓得着，笑得出，契每一日。我知你為話，我都想放低啊，但細做冇到啊。我明白，因為比較細，我哋由細訓練到大契本能。我哋食屋企俾父母比較，你遞下你哥哥；我哋食學校俾老師比較，你遞下班長；我哋做嘢俾老師比較，你遞下阿 Peter；我哋結婚俾家叔親戚比較。
你低下你手籌。我哋一生人都活值一個，比叫企牢籠入邊。到我哋間大年紀，仲要繼續比。你話世咪應該食人生嘅最後一段路，破一次呢嘅牢籠。蔡瀾70幾歲之後，隨公開講：我無再理任何人點遞我，我食我想食契島，我去我想去契地方，我見我想見契人。人哋話我點就點，我對得住自己就得。呢種活法就4活出自己，活出自己無視大話，活出自己是一種每日嘅亂子。每次你想同人比嘅時候，你問自己一句：我而家做緊嘅呢件事，係為咗自己開心，定係為咗弊人？如果是為咗弊人，諦停放低行開。如果係為咗自己開心，繼續。呢個問題問住1個月之後，你為發覺你係生活輕鬆咗一半。我無勢叫你無追求，我無勢叫你甘於現狀，我無勢叫你放棄改善生活呢低世人生態度，無勢叫你盲目。真正聰明細清醒咁選擇。你可以繼續進步，但係唔需要用輸弊人呢個恐懼嚟推自己上山。你可以用我想活得更好呢個渴望去代替我可以輸弊老沉呢個焦慮。呢2種動力表面第一樣，但是一個是天堂，一個是地獄。如果你聽到呢，杜絕得呢個節目有講中你嘅心事，即留言屈打一句：我想為自己活一次。我為逐條題，因為呢低留言係我做節目最大啟動力。我是一個婆婆，86歲，住老人院，佢個仔女都籍外國，1年返嚟一次，屋企只有佢一個。我第一次見佢，我以為佢為好可憐，點知佢好精神，今同我講：你冇好絕得，我可憐。我今日食咗一碗雲吞麵，好好味。我今週聽到收音機講咗個好好笑嘅笑話。我仍然遞緊各本書講秦朝歷史，好有趣。呢個世界好強嘅。我問佢：你成日一個人，唔會怕孤獨，唔會覺得個女唔孝順？佢笑咗。後生嘅時候我都為呢低神法，而家我明白，一個人無等於孤獨，一個人可以好豐盛、好自由、好平靜。至於仔女，我養佢哋，但唔係為咗佢哋係債俾我。佢哋有自己嘅人生，佢哋開心，我開心。至於人哋嘅仔女點樣，關我鬼事。我又唔會抱人哋嘅信。我聽完行出老人院嘅時候，眼絲絲。呢個婆婆比我時嘅90人都富有，因為佢有一種其他人冇嘅財富，內心嘅富足。假種富足無涉嚟自比較，涉嚟自我無再需要認任何人呢一個決定。蔡瀾講過：快溺無勢目的地是一種選擇。同人比，你永遠都會輸。因為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。今日你認咗劉太聽，日陳生為認你；今生你認咗陳生，下世佢個仔為認你個仔。他遊是無終點，只有你決定退出呢場遊世契，隔一刻，你先真正開始認。認乜嘢？認返自己嘅時間，認返自己嘅平靜，認返自己嘅尊嚴。認返自己嘅笑容，認返自己每一日嘅陽光，每一口飯，每一次呼吸嘅甘甜。認返你老伴望住你計吉個眼神，認返你孫仔直你膝頭跳嘅吉陣笑聲，認返你自己一個人直公園長椅上，聽住樹葉搖動契家總平靜。以低先係人生真正嘅財富。
就係低帽，任何人偷得走，除咗你自己用比較呢兩隻手親手掉咗除啲。有一日，你圍坐即茶餐廳，面前一杯熱奶茶，一碟菠蘿油，窗外落緊雨，你老闆坐即你對面，遞報紙，你唔講嘢，佢都唔講嘢，冷氣機發出嗡嗡聲，個伙計行過話：阿伯阿婆加杯茶。嗰一刻，你忽然明白，原來人生無需要等仔女成功，等有樓，等有錢，等病好，等仔女由英國返嚟先可以快樂。你依家已經好幸福，只不過你以前比較呢件事遮住咗自己佢眼睛，而家你除低咗，你先睇到，原來一直以嚟你都係一個好富有奇人。蔡瀾話：人一世不如活出自己隔一日，比較一世只為輸一世，活出自己，你先至真正佢贏家。老友記住，人到我哋呢個年紀，最大概奢侈，無勢名表名車名牌屋，係一個無再需要認任何人佢心境。呢個心境冇得買，只可以靠自己一日一日收返嚟。由今日開始無遲。如果由今日開始，你無再同任何人比較，你第一件想為自己做啟示，細滅，細去食一碗你懷念咗好耐蓋雲吞麵，細去買一件你一直無捨得買蓋新衫，細打電話俾一個你成日想見但細無敢問佢老朋友，細同你老闆講一句多謝你陪咗我間多年，頂細仔細坐即窗前，飲一杯熱茶，望住街，同自己講一句呢一世辛苦晒你了。留言告訴我，因為你嘅答案為提醒好多同你一樣仲被比較困住嘅老朋友，我哋一計食人生嘅下半場，行出比較溪牢籠，行入自由溪陽光。